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廣告放喺全球訪問率最高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喺呢個視頻，我哋教大家點樣喺零成本情況之下達至呢個目標。首先，我哋了解一下互聯網每一分鐘嘅海量數據變化。所謂海量 ，YouTube 每一分鐘上傳72個小時視頻，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提升。Google 搜索有200幾萬。域名增加70個，網站每一分鐘增加570個，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我哋點樣可以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大搜尋平台，讓我哋嘅產品喺全球眾多競爭對手裏邊遙遙領先，讓我哋嘅產品喺國際舞台上發光發亮。我哋示範一個關鍵詞俾大家 ：Mobile Magic Protector。呢個關聯嘅數據帶嚟係131萬。Magic Protector 係手機保護貼，大家喺呢度睇到首4個自然排位俾我哋霸佔咗，呢度冇競價廣告，下邊有一個都係我哋嘅。第2頁情況一樣，第3頁冇咁多，我哋翻去 Google 喺 Video 個頁面再睇一下，情況好不一樣。全部俾我哋霸佔晒，第3頁都係俾我哋霸佔晒，第4頁都係俾我哋霸佔晒，第5頁都係俾我哋霸佔晒。喺咁嘅情況之下 ，Video Marketing 佢在於佢係永久為你增加愛連，因為呢啲愛連加強咗你喺 Google 嗰個排位權重，讓你哋大大增加喺首頁嘅排位機會。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 並非遙不可及，而係近在咫尺。大家手上嘅智能手機都可以發射。Video Marketing 嘅優勢在於佢係全方位展示你個產品嗰個功能、個應用、個效果，讓你嘅產品喺好遠嘅客方都可以喺好近嘅距離體現到呢個產品嘅優勢。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 你所花嘅每一分每一秒嘅時間，你都可以喺互聯網裏邊找得翻出嚟。喺嚟緊嘅5月20號，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重新出發。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大家不妨點擊呢個鏈接，下晝報名表報名參加。同時，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全球化嘅視頻平台。所謂全球化，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我哋保證，我哋承諾喺大家個廣告播出之前，絕不加插廣告去干擾，讓觀眾透過智能手機就可以直接觀賞你嘅視頻，呢個廣告，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 Apps。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任何諮詢嘅，大家不妨同我哋聯繫一下，諮詢一下。多謝大家。